这个那个吧，这把个个是不地道的，这就是把而呀，这把你们三个是没多少那还拍个呀。一上到了，可能是个你，慢慢来听我啊，你个啥，你的心到底哪个有？Under 16 semi-final 那么 qualify 这个有，至少在这3个年没有输了这个杯。那这个绕了，就怕他们三个是没多少那还拍个呀没谈。Third run start होશે Recruitment Pekayo Lebo Nyemi.那这个到了 referee 上去那个是，这半个人个是不地道的，这就是把人家没得，不地搞的这没打。那个有没有那空开头上不是个呗？那这时候呢，就把他们三个是没多少那还拍个人没得。